对不对？对。这样子公平吗？不公平。他们用长枪、大炮、武力夺去了我们的土地，然后用他们的法律说这一切都是合法的。我们要依法行政，使用他们的法，把我们的土地拿去，这样子公平吗？不公平。刚刚你的长辈说了很多他们的话语，我只想要讲，我们要不要改变？如果我们不改变，就是对这些持续统治欺负我们最好的保证。我们不相信会有改变的一天，这个改变就不会到来。所以，希望大家能够做一次不一样的选择，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。好嘞，接下来我们。